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6，箴言22章26到27節安尼講：毋通甲人做擔保，毋通甲欠錢的人保證。你若袂當行，人會甲你得困的眠床掠去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阮毋通甲人做擔保，也毋通為人做保證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權、至聖、至榮耀的上帝，你的名何等的尊貴偉大，你的榮耀遍滿佇全地，你的寶座建立佇天裡，你的國權統管萬有。主啊，諸天要講起你的榮耀，穹蒼要褒揚你的作為，萬國攏要來敬拜你，萬民攏要稱頌你的名，以及奇妙的所在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聽人毋是無原則來答應人一切的要求。當親友需要幫助的時，求你賜阮慈愛的心，也賜阮清楚分別的能力，互阮通用正確佮合宜的方法扶持因，幫助阮無因為驚拒絕別人，就互家己甲厝內的人陷入債務、爭執甲不安的中間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